主啊，2025年12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牺牲会疼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翰一书第3章10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约翰一书第3章。咱着三听，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咱毋通亲像该隐以属小者，有杀死家己的小弟。伊哪会杀死小弟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，毋过小弟的行为正直。兄弟姊妹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毋免奇怪。咱知，咱已经出世入狱，因为咱有疼兄弟姊妹，无疼人的是踮伫死的关卡下。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就是杀人。恁嘛知，杀人的永远的活命无踮伫伊内面。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，对安尼，咱知什么是疼。安尼，咱嘛爱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。若好野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有欠缺，也无同情怜悯，哪会当讲伊有疼上帝？少年朋友，三听毋通只有用话，也是用喙讲，着实实在在实行。牺牲会疼。细汉的时，每当圣诞节，拢会听到安徒生的童话故事《卖番仔火的查某囡仔》。故事中的查某囡仔伫寒冷的冬天暗暝，互因老爸要求爱出去卖番仔火，若无卖完就会风拍。伫安尼的寒冷暗暝，真少人会上街路。查某囡仔的番仔火无卖出去，惊转去会风拍，只好继续来贩卖，因为实在伤寒。查某囡仔试点番仔火烘烧，虽然无法度冻寒，却互伊伫微弱的光芒中看到美好的幻影，搁见到疼伊的阿嬷，最后带着笑容冻死伫街头。这令人心疼的故事，诚做经典的故事，提醒人记牢圣诞节上界重要的主题就是疼。当咱庆祝圣诞节，毋单单是亲像一个家庭伫迎接新生日安尼喜乐，搁较是纪念耶稣为着疼世间人受苦，搁欢庆伊带互咱死搁活的愿望。圣诞节所传达的信息，拄好是主耶稣基督为人牺牲的疼。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才会讲，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。对安尼，咱知什么是疼，也就是讲，信仰上的疼，毋单单是一种的感受，搁较是亲像耶稣为着人牺牲性命的行动。因为安尼，作者讲，咱着三疼，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搁讲，安尼咱嘛着爱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。对安尼，咱就会当理解作者为什么用该隐杀小弟阿伯的故事做例，因为该隐知道阿伯无爱阿伯，所以才杀死伊的小弟。当当时，教会因为分裂，造成兄弟姊妹互相怨恨，所以作者特别引用这个例讲，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就是杀人。面对教会的警方，作者必定感觉真痛心，
因为因起初信主时所听到信息是咱着相疼，当因互相怨恨，无活出彼此相疼的团契生活，表示因要处点死的关系之下，无含耶稣做伙出死入活，也就是无含耶稣同死同搁活。拄亲像未欢仔会的查某囡仔的故事，圣诞节提醒咱，耶稣疼咱，甚至为咱放杀性命，所以咱也必须爱疼人，实践耶稣诞生的意义。总是咱着承认家己是软弱的，因为讲到彼此相疼，咱总是期待别人用牺牲的疼来疼咱，家己却毋愿用相款的疼去疼人。咱若用错误的心期待要得到疼，却毋愿意付出疼，将落入怨恨兄弟姊妹的试探。咱需要耶稣做咱性命的救主，只有用主的疼，就是学习用基督为咱牺牲性命的疼去疼人，才当抵挡即个试探。默想，圣诞节毋单单是庆祝耶稣的诞生，搁较是纪念伊为疼来世间，为人牺牲的开始。面对即份疼，我愿意放下家己，学习用行动疼人，甚至为兄弟姊妹牺牲家己无。圣诞节毋单单是庆祝耶稣的诞生，搁较是纪念伊为着疼来到世间，为人牺牲的开始。面对即份疼，我愿意放下家己，学习用行动疼人，甚至为兄弟姊妹牺牲家己无。做伙来祈祷，主耶稣，平安暝是迎接你诞生的时刻，借着这纪念你为着疼来降生，搁用牺牲性命来疼人。伫即个天父所赏赐平安的日子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活出你迄牺牲家己的疼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